1982年西班牙嘅世界盃咧，已經係可以全程直播，亦都係我第一屆喺直播情況之下睇到世界盃，可能係第一次睇。呢個世界盃對我嚟講，到而家都係最好睇嘅一屆世界盃。當屆嘅球星輩出，比賽質素亦高。賽事喺6月13日至到7月11日舉行。呢一屆係世界盃歷史上首次將決賽周參賽隊伍由16增加至24個國家，規模比以往任何一屆都大。比賽分佈於西班牙14個城市、17座球場，合共進行52場賽事，總入場人數超過210萬。賽事一共產生146個入球，平均每場約2.8球。球證合共出示99張黃牌同5張紅牌。意大利最終第3度奪得世界盃，追平巴西當時嘅奪冠紀錄。前鋒保羅斯以6個入球成為神射手，亦都係意大利奪冠最重要嘅人物。呢屆賽事正值西班牙結束佛朗哥獨裁統治，重新走向民主不久。佛朗哥當係1975年逝世，西班牙其後逐步恢復民主制度，因此主辦世界盃被視為國家重新融入歐洲同埋國際社會嘅重要象徵。然而，東道主西班牙嘅表現卻未能夠符合國民期望，球隊5場比賽只贏1場，最終喺第二階段出局，成為繼1962年嘅智利後另一支未能夠晉身4強嘅主辦國。參賽隊伍增加之後，歐洲共有14個席位，南美洲連同衛冕冠軍阿根廷共有4隊，非洲同埋亞洲與大洋洲亦都獲得更加多參賽機會。阿爾及利亞、喀麥隆、洪都拉斯、科威特及新西蘭均首次參加世界盃決賽周。荷蘭同葡萄牙等傳統球隊則未能晉級。外圍賽共有109個國家同埋地區參與，合共進行306場比賽，足以反映世界盃已經逐步成為真正嘅全球性體育盛事。第一階段呢，採用6組，每組4隊嘅制度，每組首2名晉級。第二階段呢，則把12支球隊呢分為4組，每組3隊，只有小組首名呢可以進入4強。呢種安排後嚟受到唔少嘅批評，因為球隊嘅出場次序及最後一輪比賽時間並唔完全同步，令到部分隊伍可以按照所需賽果作出保守部署。而西德對奧地利嘅饑寒恥辱之戰呢，更直接促使國際足協日後規定小組最後一輪比賽必須同時開賽。賽事開幕後冇幾耐，衛冕冠軍阿根廷便遇上震撼一敗。比利時喺老營球場以1-0擊敗阿根廷，雲登貝治射入全場唯一入球。呢場比賽亦係年僅21歲嘅馬勒當拿首次喺世界盃亮相。外界原本預測比利時可能大敗7球甚至8球，但門將普法夫同埋整條防線表現穩健，成功擊倒由金巴斯亞地尼斯同埋馬勒當拿領軍嘅冠軍球隊。英格蘭則以強勢姿態展開賽事，對法國嘅首場比賽，白賴人笠神開賽僅27秒便射入，刷新當時世界盃其中一個最快入球紀錄。英格蘭最終以3-1取勝，並喺第一圈3戰全勝。門將斯路頓連續5場保持不敗，只失1球，但球隊喺第二階段先後同西德同埋西班牙踢成0-0，喺未輸過1場嘅情況下被淘汰，成為世界盃歷史上較罕見嘅不敗出局球隊。